使用手机的语音助理来搜寻下营上帝庙绕境活动，按最下面圆圈，中间圆圈 Home 键，长按几秒钟。搜寻下营上帝庙绕境活动。维基百科的资料如下：下营北极殿玄天上帝庙位于台湾台，应该是有了，应该是有了。无障碍空间的都有了，再按一次。下营上帝庙绕境活动。要这样说的话也是有关系的。前面不必搜寻2个字啊，就直接下营上帝庙绕境活动。上面的刚刚有看过了。今天农历3月初3了，玄天上帝圣诞日。绕境活动3年1科绕境。已经国历4月3号了呢，还冷又下雨。绕境有2天呢，真不简单。绕境神教义证很多呢，你看神教义证232支，宗教文化祭耶，很出名的呢，可以下载啊，按右上方3个点，按下载箭头，下载。联合新闻网提供。按第2项。联合新闻网。绕境活动是礼拜天跟下礼拜1。疫情突然升温，北部的北部的疫情升温，本土的好像说100多，外境外来的200多，加起来400多。你看这个，主要大部分都在北部的比较多。疫情突升温，对绕境路线全面消毒，清洁消毒。我打过3剂疫苗。前2天还有明花园总团的演歌仔戏耶，第1天就逐鹿天下，第2天蓬莱大仙，由这个无敌小生孙翠凤领衔主演呢。晚上7点半开锣，到快10点大概有。第1天就变冷了，第2天冷又下雨，昨天晚上冷又下雨，遇到冷又下雨，可能要搭那个帐篷了，搭那个帐篷防雨啊，遮雨啊。
观音寺在北边呢、然后高美天后宫在南边。你看那个邀请妈祖还有观音佛祖到上帝庙看大戏。看大戏不是在绕境前2天请明花园总团来表演的吗？啊，对对对，4月1号就4月1号是要去请妈祖还有观音佛祖呢。4月1号是上礼拜是礼拜五啊，今天是礼拜天啊，4月3号啊，就是5天活动的第1天要请到中原毛港尾天后宫及观音寺恭请公允妈祖及观音佛祖到上帝庙看大戏。那就我第1天、第2天晚上7点半开始，有明花园总团，有无敌小生孙翠凤领衔主演大戏码。第1天逐鹿天下，第2天蓬莱大仙。第1天就变冷了，第2天晚上冷又下雨，一到下雨，如果不知道有没有搭盖那个帐篷，搭盖帆布的帐篷的话，比较不会淋雨。人数那么多的话，好像不容易。搭了帐篷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看，也许舞台很高啊，戏台很高啊，比较不怕帐篷遮到啊。但是站在帐篷后面的可能就受到影响，远一点就不会受影响。绕境活动今天跟明天，3月初3是玄天上帝圣诞的日子，然后到了第5天呢，晚上还有歌唱大会。参与绕境的神教义证有这么多啊，信众有这么多。